廣東皇帝指南，假期到啦！廣東人嘅家中會滋生唔同嘅物種，例如大少、大小姐、官等等，而其中最受歡迎嘅莫過於皇帝。你都想體驗做皇帝嘅感覺？咁請謹記以下呢份指南：一、當你收到食飯嘅指令嘅時候，請唔好回應，並推遲半個鐘到1個鐘之後再出現。呢個時候就應該會聽到例如三催四請、喐都唔喐等皇帝關鍵詞。二、喺食飯嘅時候，請批評每一道餸，無論好唔好食都要表示嫌棄。咁樣你唔單止有機會成為皇帝，仲有機會喺下一餐食到龍肉。三、有人叫你解凍肉，唔好做；叫你晾衫，唔好做；叫你洗米，唔好做；叫你拖地，唔好做；叫你個名，唔好認；叫你開門，唔好開；叫你做，唔好理佢。四、當你一日到黑都唔返屋企，或者一日到黑都喺屋企，都可以獲得皇帝嘅稱號。雖然聽起身好矛盾，但係呢個係真嘅。五、皇帝係唔需要自己執拾房間嘅，所以請保持你房間嘅凌亂，直到有人入嚟並賦予佢狗竇嘅稱號。六、請記住，凡事都有個度，把握得好，你就可以成為皇帝；稍微過咗少少，你就會成為。相信只要遵守以上指南，你都可以好快獲得皇帝嘅稱號。祝你好運！你試下。